2026年4大生肖犯太歲生存指南，馬鼠牛兔呢一篇視頻，快啲收藏起身啦！另外，屬蛇、虎、豬、猴嘅朋友呢，你哋一定要記住喺農曆12月24號之前去謝太歲啦！多謝太歲星君一年嘅保佑，同拜神還願一樣咁重要。識得感恩，神明先至會年年都照顧你噶。屬馬值太歲刑太歲，情緒容易起伏，工作責任會加重，容易有衝突或者係因為心急而出錯。記住，凡事都放慢腳步，避免硬碰硬。屬鼠沖太歲，變動好大嘅一年，常見轉工啦、搬遷啦，人際關係會重新洗牌，錢財嚟去匆匆，要避免口是是非同埋衝動做決定。屬牛害太歲，容易被人拖累或者係誤會，合作關係最好就白紙黑字寫清楚啦，少替人孭鑊，多留啲彈性空間。屬兔係破太歲，計劃就容易反覆生變，適宜保守啲，分段進行，避免一次過壓住。整體嚟講丙午離火旺年犯太歲嘅朋友主要會面對變動啦、壓力啦同埋考驗嘅，記住守正，唔好急躁，收口收心，做決定都要保守啲，就可以化危為機啦。祝你2026年萬事如意！